網上流傳九巴計劃將11X 進一步拉上安達臣總站，引起好多反對聲音，主要因為呢個舉動會令沿線乘客更難登車，安泰居民大力反對。而對九巴嚟講，利用一條九龍價錢嘅路線服務西貢區嘅地方，喺盈利方面上合理嗎？本社見到九巴有其他具潛力嘅路線可以服務安達臣，特此製作影片向大家略略說明，順便透露巴士路線專題下幾集嘅內容。首先，11X 要還原舊走線，即係返到上秀茂坪。之後，揾啲替代路線取代11X 喺安達嘅服務。本社選擇咗3條路線，為呢個重組計劃提供一個全面連接安秀道同觀塘道嘅路線，一個特快來往安達臣及土瓜灣油麻地嘅服務，同時將一條瀕臨取消嘅短途將軍澳線變成一條貴價路線，為一啲因為今次線改動而少咗巴士嘅地區作補償。呢啲路線會稍微調整收費，減少對巴士公司收入同乘客支出嘅影響。大家一齊估下本社建議點樣重組呢啲路線？歡迎喺留言板提出自己嘅